丹姐的感觉怎么样？热情洋溢，汹涌澎湃。哎，这个干，热得来讲不出。黄衣裳的杭州三公，白衣裳的上海美男子，黑衣裳的上北京的。人家觉着一时没对应，前个4个人，一输2分1败的。哎，那个欧冠我今朝刚才看见了，零个，漂亮得不得了，也是金的，是的，篮板子，侪比你好。到了年纪大了向，马上身高8倍。气质在哪？小丹姐很喜欢你喽。你说的啊，你刚刚我是没讲啊。三公追惨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待女为何一道。哎，你来看2件阳台浪只衣角，像90几岁的人的，马上侪退下来在，搿单件浪了海侪弄了地浪向在。那种天么烘啊还烘干的。咁么你下来天总归冷的呀，不记得1年4季40度啊。万一打不完了哎，包了它里头什么的扣住。搿能样子来说得干干了。看上去下滩鹤岗是我们的归宿了啊。你都不你别废话，你闲话吹闲话懂不得嘞？我不懂呀。你快点，你帮了，你帮。天气是热的，我不相信你。热有热的害处，谁人侪多啊。4只脚侪拨你帮过在，谁让人个腿里毛病呢？你没办法收着。分拿出16了，拼多多楼是唯一一个甘肃问题了。502。你个么子就得不来个？得来个，我可是拿来搞黑呀，我半身可皮。你现在搬装起来，反正你资金侪刮杀脱，不毛转了么你去得，你毛转了之后你再装。哦，你毛没一毛个，告诉叫人家在。这一次这已经一共才退下来，那大个家包得了个家。包不了的，2场15个。不，那个名堂就这种就毛得来。就还用得扣钱的，对。睁开我，睁开胃。那个人头，哎喏，分了一个人头为一个。不来哇，你毛不是，那我都退脱个呢，对比上分上去了，皮头上去是分身三角在一。我今年呢，侬阳台全部封脱。用了地，封脱高没通风的啊。那么人家全部侪封脱个人家哪的？没叫你通风海的，那个铺子啊的。距离不够啊，啊会得弄出啥成个里啊8%靠的。你捐款捐也拼得来个。比个3万多点嘛。来个呢生意，新学不的，一口记录。哎，一个场里棉花摊也吃得起分量家。还有厂长沙岗嘛，编一个沙岗，看看阿里应该。不，但是我断脱，不是，但是哎呦。哎，倒脱吧。那个锅子我泡一嘛。泡上有哪的？泡了汽车了，还有啥事体呢？还拎起来还对付人啊。你好人啊？不是好人，希望人家来好我，跑到身上来看，谁是多个？待会人家好我还烫，哎。来，一个人去发追风。啥追风嘞？我是边缘，我身上还叫来，不是人家一个劈走嘛。旧个不去，新个不来，谁是不晓得还用交辰光？单皮改定，现在也得东江去脱一趟。哎哟，那，米浪一袋谁呢？米浪一袋呀，这样的，2不够啊，帘子松脱，现在得辣牛站头浪继续蹬汽车，带儿子屋里向去做钟点工。哟，那音量得了今朝哈？现在那2个空调2个钟头前头已经开开始。听说那个前浪向是一上菜出来过，所以我今天再忙还要拿来拖一拖。不要，还2只板等接不？来给我手最大一块房子。那只有2只。也就这个。它是那房子实际吃得8只。太了，记得有事。那只有1点点价。100多块1斤。我眼袄子帽子半斤，阿条1两，L 1两，娘娘1两，蓝楼1两，到下来个3百廿。那个一人送个1斤差不多啊。那个几位2百廿。哎，2只板你还有么子喽？真的是别急了。一路为800了。电风扇搞一只充电板。那个是蓝领弄上子半年都这样毛的。宝宝，那我还想买只电风扇喷我去。